后来今仔日正月初六，真侪行业拢开工咯。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有高达70%上班族开工的成员就是头家啊，啥物时阵轮到我加薪咧？也毋过要加薪水，除了靠实力，有时阵嘛爱淡薄仔运气哦。这个台北内湖科学园区有袂少的上班族甲大头家，会伫开工即天到当地周子福德庙来拜拜，祈求土地伯公来保庇，工作顺利，大吉大利，大赚钱。满面拢是笑容，即阵土地公是内湖科学园区的人，开工一定会拜。福德进前正主神，然后拜山。咱遮附近公司的拢会来遮拜拜，讲大求平安吼，啊顺时啊，大家拢安尼大赚钱啊。伫台北内湖科学园区的巷仔底，这间土地公庙有几百年历史，无论是新来企业头家，还是新报道的上班族，拢都爱摕一寡糖仔饼来拜码头，希望讲土地公的保庇，这工作顺利。因为新的一年为生活打拼的人，拢有一个梦想。我做生意也是生意顺利就好了，健康平安赚大钱，当然最好是5%以上。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这个有70%的上班族伫开工的时，拢希望讲头家会使加薪水，而且家己数啊都已经真满足啊。新春开工以后呢，可以这个平均获得工资调薪大概6.4，42000多来换算，大概是希望一个月月薪可以多2700多块，除下来日薪大概是多90几块钱，等于大概希望嘉信服务可以多买一个这个鸡腿便当。是讲人力银行嘛发现讲开工后，敢若68%企业有这个意思要调薪，平均调薪的幅度是4%，较无够上班族的5万，所以讲有超过一半上班族拍算要换头路，就看这个大头家敢有法度将这个员工留条咧。